大家好啊！我哋係 OOS。如果大家仲未訂閱我哋，希望你哋可以撳個訂閱掣，俾我哋多啲支持啊！今日我哋山長水又遠，專登揸車去 Doncaster 嗰度行新年市集。本來諗住 Doncaster 咁多香港人，應該會有好多港式小食檔，好似燒賣、魚蛋、雞蛋仔咁。點知行完一圈之後，發現淨係得一檔賣你咁記嘅熟食，但係啲食物唔算好吸引。另外，除咗一檔韓式小食，仲有得賣杜拜朱古力麻薯同埋其他甜品、麵包同埋飲品。一檔西班牙海鮮炒飯，同埋一檔鮑參翅肚喺聖 Albans 冇見過之外，其餘都係熟口熟面嘅小食，例如即沖飲品、沙冰。每次有呢啲活動，都見到10檔8檔嘅烤串燒。薯片串，之前幫襯過嘅日式茶飲同埋 Tiramisu， 冰糖蘋果、肉鬆同埋肉乾。雪糕牛角酥、窩夫、韓式錢幣燒同埋蔗汁等等。因為想留 quota 食啲真正想食嘅嘢，我哋決定去附近揾下有咩港式食物。話晒 Doncaster 都有小香港之稱，嚟到梗係要試下啦。行下發現有一間米線餐廳。間餐廳仲寫咗港式中文，雖然隔離間餐廳好似都唔錯，有雲吞麵同埋清湯腩，但係屋企人一致決定今次去食米線。入到去鋪頭唔算大，不過裝修企理又乾淨，坐得都幾舒服。menu 有啲似譚仔，可以自己揀餸、湯底同埋辣度。佢仲有土匪雞翼添。我哋叫咗3碗米線、3隻土匪雞翼同埋2杯凍奶茶。奶茶嘅奶味偏濃，奶茶味比較淡，所以就麻麻地，有啲失望。第一碗嗌咗雲吞午餐肉響鈴麻辣米線10小辣，份量好大碗，基本底料有腐皮、韭菜同埋芽菜，但係呢碗就揀咗走狗走芽。餸同埋米線嘅份量比譚仔多幾多。細妹話雲吞雖然細細粒，但係幾好味。響鈴同埋午餐肉呢就味道正常。湯底方面，細妹覺得似係魚湯底，非常鮮甜，佢好滿意，仲話下次要試下清湯去感受下嗰份鮮甜。佢仲覺得質素好過香港譚仔。第二碗就嗌咗個超值套餐，有雞扒、貢丸、豬肉、火腿、竹笙、豆卜、生菜、腐皮、韭菜、芽菜，配酸辣湯底，19個8，有咁多餸真係好抵食。雞扒睇落煎到有少少焦香，本來以為會好正嘅，但係食落味道偏淡，肉質亦都比較實，而其他配料都唔錯。酸辣湯底酸味同埋辣味都唔算重，但味道幾平衡。我屋企人都覺得比香港譚仔好味。第3碗就叫咗雞肉麻辣大辣米線。雞肉唔似譚仔咁又薄又碎，而係厚身大件嘅，仲要好多嚿，應該比香港譚仔多1倍啊。不過腐皮就少咗啲，而且有啲碎濕濕咁。好彩唔似香港嗰啲腐皮咁硬身，好似食紙咁。呢度嘅腐皮反而幾有豆香。麻辣湯底味道同譚仔差唔多，而米線呢就偏腍咗少少。如果再彈牙啲就 perfect 啦。土匪雞翼大隻 juicy，100% 還原香港味道。
整體嚟講，呢間米線嘅味道同質素都比香港嘅譚仔好，價錢呢就比墨爾本嘅譚仔平，但係逢星期六日都要收10% 嘅 service charge。如果再去 Doncaster， 應該會心喐喐上去再幫襯。至於新年市集都有唔同嘅遊戲攤位。呢個新年市集雖然規模細過聖 Albans， 但係遊戲攤位多過聖 Albans 好多。機動遊戲同聖 Albans 有啲唔同，比較溫和，冇咁刺激。分別有咖啡杯、Super Bounce、吹氣滑梯同埋碰碰車，同埋一啲當區社區嘅攤檔。當日有幾檔仲派環保袋，入面有筆同埋新年擺設。另外仲有啲攤檔送帽、手動風扇同埋揮春。標牌嗰檔仲送咗個新年裝飾，我哋呢度返屋企仲砌好咗掛出嚟。雖然有啲大，不過掛出嚟都幾有新年氣氛啦。上次喺聖 Albans 就有得租越南傳統服，今次喺 Doncaster 就見到有得租漢服。另外仲有得整非物質遺產測試，呢檔好受歡迎啊，長時間都大排長龍。仲有一檔放晒呢一日要表演嘅舞龍舞獅所用嘅龍同埋獅，可以咁近距離睇到，都係第一次咋。嗰度仲有一檔傳統樂器放咗喺度俾人睇。臨走前咁啱有小朋友表演打鼓，呢個表演同上次喺聖 Albans 見到嘅日式鼓好唔同，但兩邊都表演得好好。我哋一齊睇下一班小朋友嘅其中一段表演啦。最後臨走前見到舞龍表演，不過因為人太多，唔係影得好清楚。期間仲要見到佢哋放炮仗添，令到我哋感受到少少嘅新年氣氛。我哋第二日仲去咗 Sunshine 嗰邊嘅新年市集，會留喺下一條片同大家分享，大家記得留意，千祈唔好錯過啊！今集就去到呢度啦，如果大家中意我哋條片，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